红车剧团将本土红车主角树龙搬上舞台来表演，现场的囡仔拢看甲目睭唔甘呢。台中儿童艺术节为4月份开始，今年以环保影响为主题，4月7日起，坐红车剧团拍头阵。以环境永续好为最重要的重点，那跟全国增建，那我们这次有全国上百个团队参与增建哈，我们入选了18个团队。第20届台中儿童艺术节透过30场活泼的表演，描写囡仔人物爱护地球的重要性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希望能够传达给孩子后，面对所有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，要勇敢而且坚强的去面对它。4月儿童月要真个剧团会轮流表演，活动到5月27为止，要邀请大细汉囡仔做伙参加艺术的亲子活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